会众翻到之后，由我来为大家攻读。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垠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它，拿它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第二处的经课在启示录1章4b 8节到8节，启示录的第1章4b 到第8节，在新约的272页。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欺凌，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的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人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以上是上帝的话语。现在我们翻开圣经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在教会的新约圣经85页，新约圣经85页，由我来攻读。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1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为比较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1块，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1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诗班要献诗的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诗班请。
正道。我们今天请蔡一文牧师为我们正道，题目是失落和找着，失落和找着。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很高兴我们在主日一起同心的来敬拜我们的主。11月25号，下礼拜四，应该是这个礼拜四啊，是感恩节啊。我有个感恩的事项啊，半年前有捡到1500块钱，然后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就要公告。半年后如果没有人认领的话，就归我所有那半年后，警察局来文通知我去领到这1500块钱感谢主，这是上帝的恩典将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献上感恩，何等欢喜！我们一起在主日。我们与众弟兄姐妹同心的敬拜，主您保守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你光照我们，你知道我们内心所思所想所求的，带领我们仰望主，带领我们在今天主日，你借着主您的话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谢谢主的恩典，求圣灵引领，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这样的祷告、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讲题是失落和找着。那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那今天的经文是为了一些犹太人宗教领袖和对耶稣和众税吏、众罪人一起吃饭的一个批评。我来打就好了。好。好。那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耶稣一连说了3个比喻。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很特别那在福音书里面很少见那这样说并不表示这3个比喻是同一个时间说的，很可能是不同的情况来讲的。迷失的羊的比喻，妇人掉了一个1块钱的比喻，以及后面有一个浪子的比喻那作者路加就将这3个比喻连接在一起，重点是放在一个罪人的悔改，天上的喜乐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讲前面2个比喻就是失羊的比喻和失钱的比喻一个罪人的悔改是天上喜乐是大的失羊的比喻1到7节那我们再读一下第1节、第2节来，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这里我们所要读的这2节经文又提到某一次的机会在第1节里面讲到，众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我们不大清楚这些人是一起邀请耶稣去讲道，或者当中有人邀请耶稣吃饭那或者邀请同行的税吏和罪人加入这个饭局或许是他们联合邀请耶稣想要听上帝讲上帝国的信息但原因税吏跟罪人经常被犹太人这个社会所排斥若是他们能够单独相聚心理上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是一个可能性就像上至利未在自己的家里面摆设宴席，邀请的对象也是税吏跟罪人在路加福音第5章那个地方，为了这件事情，耶稣遭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批评，说
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在路加福音5章30节那里。那这次是否有同样有像利未这样的人来大摆宴席，或者联合邀请耶稣？不清楚。但是注意到的是，在希腊文里面的税吏和罪人一词前面，加上定冠词，表示这两类的人并不相同。若是这样，就很有意思了。犹太人口中的罪人，除了税吏之外，就是妓女。妓女是罪人。在路加福音第7章那里。这样看来，像这次的聚会，除了税吏参加，还有妓女参加，他们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犹太人视为罪人的，竟然有好些人相聚来听耶稣的讲道。而这个又跟犹太人的领袖，他们一直不想听，但他们听的话，都是要听耶稣信息当中的一些信息来怎样来找茬的一个态度。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这些税吏跟罪人，当时候被轻视的，被弃绝的，他们愿意来听耶稣的讲道。但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听到是为了找茬。所以我们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听上帝的道，我们要为自己听，虚心的来受教，这是一个听到的一个态度。我们接下去第3节到第7节，我们再读一次。来，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就细细的扛在肩上。第7节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有要为他欢喜，较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100只羊，这个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是一个庞大的数目。一般说来，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所能够拥有的，而是一个大家族或者社区里面有好几个家庭共同的。他们习惯整个群落和社区的人把羊都集合在一起放牧。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0章2到5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来，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那根据约翰福音第10章这里所讲到的这几经文我们看到几件重要的认识。每只羊和牧羊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的，也就是羊听着主人的声音，不是一般人想要偷羊就可以随便出手得逞的。第二个，每只羊都有自己的名字。这也是犹太人牧羊人最具特色的地方，因为他们将羊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原因是羊只不是很多另外羊是他们家庭生活收入的主要的来源。第3个，牧羊人将羊从羊圈领出来的时候，就走在前头。这个很重要，就走在前头就走在前面，让他的羊跟在后面。那羊跟狗不一样羊不会认路就会迷路只要有草的地方它就会一直吃下去。而这位走在最前面的牧羊人，他是很有经验的很有能力来辨别这路上的踪迹，看见是否野兽出没的脚印，要特别小心，
并和其他牧羊人商讨怎样来防范野兽的一个侵扰。另外，巴勒斯坦的牧羊人喜欢把羊身上做个记号，因为他们通常是集体的放牧。若羊身上有记号，那羊群混在一起，带去草场就不会弄不清楚是哪一只是哪一家的。有了这些认识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当羊从羊圈里被领出来之后，牧羊人会走在前头，这羊群会跟在他的后面，也不怕跟在后面羊群被野兽侵袭。原因是怎样？因为有好几家的羊一起放牧，每一家都派出人出来参加看守羊群的工作，所以不止一个牧羊人，有好几个牧羊人也在后面。所以当羊群在吃草的时候，牧羊人可以一起聊天，不再孤独。再来，当遇到野兽要偷袭羊群的时候，有些牧羊人去抵抗，那有些是看守这些羊群，怕这些羊群惊怕乱窜不会使野兽来让羊群驱散羊群这个计划得逞。在1976年6月28号，有一架法国的航空139号班机从以色列特拉维夫载了258名旅客，22个机员280名那飞往巴黎去，但就在飞的途中，就遭遇到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的挟持，改变航道，飞到非洲的乌干达的首都恩德培国际机场。有一部电影《恩德培的行动》如果有看到过那部电影的话，那乌干达的总统那时候是阿敏是非洲国家里面最反对以色列的，因此他就准许这架被绑架的飞机停在他的国家，传话给以色列那要求释放巴勒斯坦53名囚犯。飞机降落之后，随即释放了其他国家的旅客，就留下94名以色列人还有美国籍的犹太人，还有12名的机组员可能也是犹太人那总共106名人质被挟持。那以色列政府就马上派出一个支援的突击队，称为雷霆行动代号，获得乌干达隔壁的国家肯亚政府的协助。那首都是奈洛比国际机场为救援的中继站。这样6天后，在7月3号晚上10点进行这样救援的行动。这支救援的部队首先就冲进恩德培机场的2楼的羁押的人质的候机室，当时的指挥官就是约拿丹·纳坦雅夫中校约拿丹中校，他一冲上去很重要他一冲上去讲了第一句话那上礼拜牧师的信息里面有讲到就是有那个恐吓勒索的人员打电话到家里面去，刚好那个妇人是韩国籍的都用韩文来问歹徒，台湾的歹徒大家不大清楚韩文所以就识破了那个诡计。然后这个纳坦雅夫上去的第一句话讲什么呢？用希伯来语讲趴下趴下。当场里面只有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知道，106个人质他们知道，他们马上趴下。那些巴勒斯坦游击队7名，还有乌干达的士兵45人都不清楚所以在那1-2秒时间里面就分别出来了但是那个中校那个带头的就被打死，因为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他，但是后面进来的人就把其他的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全部都击毙就拯救了这个人质，但是就牺牲了这个指挥官就像耶稣所说的，牧羊人在羊群前面有好的牧羊人是为了保护羊群的安全，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0章11节。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那上个月我参加在万丹的一个信义会的一个万丹教会的一个建堂礼拜。在建堂当中被骂的最多的是谁？牧师。是牧师啊，然后牧师那个吴牧师他就在台上做见证说，因为在建堂的缘故，跟隔壁因为很久了那个墙壁跟他们住宅已经在一起了，所以一把墙打掉之后，他们的水管都破了，好几天没有水，赶快修在修理的期间里面闹得很不愉快，甚至那一个隔壁的邻居就在菜市场就骂那个牧师。全部菜市场都知道所以当教会里面内外有事情的时候第一个要挺身而出的就是牧师，牧师挺身而出所以要为牧师祷告，我们一起要与牧师同工那好，我们接下来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这个牧羊人为了去找一个迷失的羊，而将其他的99只留在草场上面，这样做对吗？若是了解前面所说的，就会知道，其实不只是一个牧羊人还有其他的牧羊人协助看守的。那让最有经验的去寻找，他会根据在路上留的脚印，判断羊是否遭到野兽的吞吃，或是羊儿迷失了所以第4节这里说，牧羊人要找这只迷失的羊，直到找着为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若是被野兽吞吃的，就野兽还没有吃下去一些骨头羊皮那可以带回来，让村里面最有经验的老牧人来检视，都是看到哪一种动物所害。如果真的找不到羊的长河，那就是这个羊迷失了，要赶快去找回来，以免在深夜的时候被野兽给吞吃了。第5节，这个牧羊人找到了这只迷失的羊之后，非常的高兴，就赶紧的将这只羊扛在肩膀上带回家先知以赛亚他的诗歌里面上帝就像一个好的牧羊人，会将他的羊群抱在怀中，如同使徒约翰一样，在耶稣的怀抱里面抱在怀中在以赛亚书40章11节，表示牧羊人对这只羊的一个关怀。不但是这样，在第6节这里说，为了能够找回这只迷失的羊，这位牧羊人还去告诉他的朋友邻居，邀请一起来庆祝欢乐。为什么要这样？就像前面所说的，要看这只羊是谁家的就会带回来给他。另外，就大家一起放牧群羊，即使不是自己的羊，也要彼此关心那想要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第7节是一个整个比喻的中心耶稣用这个失羊的比喻来说明上帝对一个罪人的悔改回来归向他的喜悦，远比那些不需要悔改的人更为高兴。但并不是说上帝不喜欢那99只无需悔改的人，而是那些不需要悔改的义人，也会因为有一个罪人的悔改，同时参与了上帝的欢宴这样的了解比较正确。这一点从后面的浪子比喻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大儿子的身上可以看得出来耶稣这样说，其实就是借着那些自以为是好人的无罪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看见那些被轻视的那些税吏跟那个妓女，也会来听耶稣的讲道他们应该要感到欣慰，连这些人都想要来听耶稣的讲道，应该欢喜才对，因为耶稣的道
就是上帝的道，罪人会听上帝的道，因为这是新生命的一个开始，不是吗？所以后面的浪子的比喻里面啊，小儿子悔改回来了，大儿子不要吃味。我们都是上帝家里面的人，都一起来欢乐。这个小儿子回来，啊，这个小儿子回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哦，今天不是吗？好，来，哦，我们可以想想，基督教会就是一群被上帝寻回的罪人集合而成的团体，啊，因此到教会来就是要表明感谢上帝赦免的恩典。如果有人会问我们，教会是什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回答说，教会是一群被上帝发现而找回来的罪人的聚集而成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团契。我们都是罪人，被上帝找回来。若发问的人继续问，那你到教会是在做什么？你可以回答说，我们去教会是要表明感谢上帝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所喜爱的儿女。我们都是在上帝的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所以在上帝的家里面要做什么啊？我想我们就敬拜啊、服侍啊，这些啊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上帝就是爱，我们要学习爱，彼此相爱，彼此饶恕，这是一生的功课，啊，一生的功课，啊，我想从牧师开始到弟兄姐妹都要学习一个爱的功课，饶恕的功课，这是很重要的，啊，在教会里面。那我们看见到耶稣在这巡回的比喻当中所强调的两件事情，啊，一是羊的主人翻山越岭，去寻找这只失落的羊。当他找到羊的时候，马上跟邻居亲友通报，并邀请一起来欢庆。可见主人是多么的喜悦，对寻找迷失这群羊是多么看重。不但是这样，羊的主人还将寻回的羊扛在肩膀上面，那种亲密的一个动作，就会看出羊对主人，羊主人对羊的一个珍惜。第二个，当羊的主人将走失的9只羊，放着，专心去寻找那个迷失那只羊，而前面也有说过，这9只羊还有其他的牧羊人可以看顾，这就表示99只羊并不会成为主人的后顾之忧，使他可以安心的去寻找那迷失的那只羊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教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专心的去寻找那失落的羊回来，广传福音，带人信主。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的人，我们千万不要成为牧羊人的一个负担，让他无顾之忧能够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能够回来。耶稣虽然说能寻回一只迷失的羊，远比这99只没有迷失的羊还要高兴，但并不是说迷失99只并不重要，这没有迷失的99羊不重要，而是说他们在家里面或者说他们在家里面没有获得主人的欢心，不是这样，而是说能寻回失落的羊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连这99只也要同感欢心，这是我们这个比喻的一个重点。教会也是这样，每当看到一个新的信徒受洗归入信仰的团契里面，我们全教会是最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如同从99只又恢复变成100只，表示圆满，大家就可以相聚在一起，用欢乐的歌声一同来颂赞上帝。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看诗前的比喻，我们再读一下，我们从8节9节再读来。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1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了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好，富人有10块钱，这个钱币里面，当时的1块钱的钱币等于一个工人1天的工钱，这对一般的家庭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因为可以供给一家6口的生活所需。当然，一定要找到这遗失的1块钱，因为这妇人说：“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之所以要点灯的缘故，是当时犹太的地区的房子窗户又少又小透光性不佳，即使在白天屋里面找东西也要点灯才能让办法看得清楚。千万不要小小的这1块钱，10块钱很可能是一个贫穷富人用很久的时间才能够积蓄起来的。对贫穷人家来说，1块钱可是很大的数目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这个10块钱可以串成一个链子极可能是这个富人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礼物，对他来说是很贵重的，因此少了1块钱就表示链子断了那不是一件小事，因此他必须用尽所有的力量，想办法找到这失落了1块钱才行。第9节，这妇人果真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跟他们一起欢喜庆祝。为什么要这样？难道说他失落这1块钱，左邻右舍和朋友都知道这件事吗？若我们将自己当成这个妇人，就相信比较能够清楚遗失这1块钱的心境有时候我们将心比心我们刚刚开始打疫苗的时候大概7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批应该医护人员他们但是我们百姓是老年人是第一批。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听到说被要通知要去打疫苗有点像白老鼠一样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好像白老鼠一样我们那个心境心境，但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大家都已经在打疫苗了那当他失落这1块钱的时候，已经先问过左邻右舍的人是否有看见若10块钱串起来是一个项链，是结婚的礼物，就好像是在台湾结婚的婚戒一样贵重。若没有这条项链，会引起左邻右舍的闲言闲语。在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到我在牧会的时候，有一对新婚夫妇当天证婚我证完婚之后他们去喜宴，参加喜宴回来之后在证婚的时候戴上婚戒大家都看见戴上婚戒去喜宴完回到家之后，怎么不见了？婚戒不见了，就找从头是找，最后找到了，感谢主找到了，在哪边找到的？就在教会的大门口。新娘子要上车的时候掉在那个地方，在马路旁边那样已经经过几个小时了，最后还是找到了，感谢主找到了那他就请他们一起欢喜其实也说明他曾请这些亲朋还有协助寻找，现在找着了，这是多么兴奋的事情！对一个贫穷的一个妇人而言，再也没有比这件失而复得更为高兴的了。因此，他马上的所有帮助寻找的亲朋好友，就请他们说已经找着了这个失落的钱币了我想可能都有这个经验能够找回来失去掉了钱，真的很高兴，很高兴怕找不到而已好，很小事。好，过去曾有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大学的时候去打工，好不容易存到了100万元不小的数目100万元，准备大学之后到国外去读书那现在大学毕业了，他很高兴拿这100块钱去银行兑换外币，却没有想到存的箱子里面怎样生了什么白蚁了。他把存放的里面的钱币快吃光了
那赶紧拿到被罚只剩下零碎的钱调查局钱币鉴识专家协助，经过这些专家将这些零用钱拼装之后，最多只能换回到2万块，100万变成2万块我想让这个女子伤心的程度，我想钱还是放在银行里面比较好，100万放在箱子里面真的不划不来好，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好，那耶稣指出一个罪人的悔改，在上帝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表示一个罪人悔改就是上帝最大的喜悦那先知以西结也传出这样一个信息，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33章11节。来，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当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爱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要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对啊，何必死亡？转离那个恶道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想一想这个诗前的比喻。来，我们可以想一想，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上帝在寻找失落的人，这些人就是被这个社会所遗弃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2节的比喻里面有一个共同点失去失物的主人在寻找遗失的东西，羊的主人在寻找迷失的羊，钱币的富人在寻找失落的1块钱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说上帝在寻找他的子民回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3章8到9节这边有讲到那可以看到，当人犯罪的时候，跑到树林去躲藏起来，想要躲避上帝，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那个人犯罪就不再理人，没有。上帝是到伊甸园的树林当中去找人，并且对人呼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先知以西结传出上帝的信息，描述上帝就像一个好牧人，他和羊群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我们一起来，以西结34章16节，来，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尝果。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所以这里讲到肥壮的就指那些有权势的，靠自己的权势去抢夺那些贫困的瘦弱的来肥壮自己。那这类的人是上帝不会宽待他们。那有一间教会，它开放街友洗澡的时间那有几个人来洗澡，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正当有个街友在洗澡的时候，就喊说：“没有瓦斯了，水很冷啊。”这时候牧师刚好不在，那有一位正要洗澡的街友，他马上回复说：“我来叫瓦斯。”瓦斯店的老板就过来了，送了瓦斯过来那也装好了那准备离开。这个叫瓦斯的街友说：“老板，我给你钱。”这位老板知道他是街友，身上不可能那么多钱因此老板对街友说：“不用了啦，我改天再来向牧师收。”但这个街友坚持要付钱。老板心里想：好吧，既然你要付，我就让你来付看看。老板心里会这样想，是因为他知道街友身上有几百块钱，他就去买酒去赌博那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这个街友从裤袋里面掏出铜板50块、10块钱、5元、1元的这样细细数一数，加一加，500块钱哇！老板很感动，就问他说：“
你身上怎么存这么多钱？这位街友回答说：自从我认识耶稣之后，我就知道应该学习感谢。我每天把捡拾的纸箱，有时候2个、3个，然后更多5个，可以赚到5块钱、10块钱、30块，最多50块钱，就把它存起来。我知道我可能没办法脱离流浪的生活，但我知道要感谢上帝，要感谢上帝，是他让我听到福音。我想我可以像耶稣一样帮助别人，给口渴的人1杯水，给饿的人1碗饭，就是在为耶稣做的。于是我就开始存钱，只要遇到没有饭吃的这些弟兄姐妹，我就买个便当跟他一起来吃。在一般人的眼中，街友可能是社会的负担，他们几乎就是社会所忽视的对象。但即使是这样，只要耶稣的信息传给他们，就有可能改变他们的生命，因着扭转他们生命的态度，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即使在10多年里面，10多年里面只找到这样的一位，我也深信，就像耶稣所说的，一个罪人的悔改，在上帝使者的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所以，这也让我想到我在牧会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常去传福音，到文化中心，文化中心传福音，记得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一个成功的例子，就在图书馆门口那边，就碰到，就跟他个人谈到，那时候用思虑，上帝的爱，人的罪，耶稣的救恩，可以拯救你的罪，你愿意相信耶稣吗？很简单，当一个生命的改变不可能借着这几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但是是一个 touch， 一个接触，一个接触。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个姐妹林姐妹，她马上答应愿意。因为我碰到了很多人都不愿意，太多人不愿意，她愿意。好，当场就为她做决志祷告。再进一步，你愿不愿意教会今天礼拜6晚上有社青小组，愿不愿意过社青团契愿不愿意过去？她愿意。都到团契去，那就留在教会，1年后就受洗。所以感谢主如果有这个机会你碰到了，你能不能把你得救的见证跟他们来说，一个 touch 点，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借着你听到福音所以如同今天经文里面所说的一个罪人的悔改，在上帝师的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的。愿上帝来赐福我们同工堂的众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把福音给带给，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认识主把福音能够带给他们。那些不可爱的人，那些被社会离弃抛弃的人，或许有这样的机会，你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献上感恩，何等欢喜！我们一起同心的敬拜。主，您的话来激励我们。主啊，有一只迷失的羊，主，你专心的把它找回来。我看到那妇人，她掉了1块钱，她点上灯，她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主啊，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领受，我们已经得到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在主的家里面，我们当要彼此相爱。我们也知道，在外面还有很多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的亲朋好友。主啊，这些人，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把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来跟他们分享，让他们得着这永恒救赎的恩典。谢谢主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一起同心的敬拜，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这样的祷告、仰望、感谢，
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来金句背诵。路加福音15章第7节，路加福音15章第7节，我们来背诵3次，请。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2次，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路加福音15章第7节，第3次，请。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欢喜更大。路加福音15章第7节。回应诗歌，我们请翻开新灵粮诗选157首，耶稣我主。新灵粮诗选157首。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为奉献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将一点点的财物来献上，作为教会事工所用，求主你悦纳。孩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问安礼，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事工报告。今天有几位新来的伙伴、好朋友。第一位是王慧仪，王慧仪在吗？慧仪好，我们欢迎你，慧仪。好，他路过经过就进到教会了，欢迎。好，第二位是陈玉维。玉维，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的欢迎。好，这都是我们的好邻居。好，还有2位是何家玉跟何家善，对吗？我们念对了，家玉跟家善。好，
他们是交通大学资工，是吗？资工所，欢迎你们哦，他们在楼上，欢迎4位亲爱的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教会，真的我们一次的欢迎，永远的欢迎。好，那今天是基督为王主日，那也真的是欢迎这些新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愿上帝祝福我们所有跟家人们。好，那我们来看也感谢蔡一文牧师今天的证道，我们谢谢牧师，还有为他们的所有的事工，我们来祷告。第4点，我们恭喜钱伟跟玉慈，他得到总会颁发的109年学年青年奖学金，我们真的恭喜他。钱伟他们都在楼上哈。好，第5点。教会有安排我们圣诞节的布置，我们希望各小组在11月底以前能完成布置，谢谢你们。好，第6点是6楼的场地，我们要即将做一些新的布置，那需要一点经费。如果你有感动的请弟兄姐妹可以用黄色的，就是桌子椅子上从那个黄色的奉献袋，那你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感动，为这个6楼的场地，我们来做奉献。好，那第7个是我们明年的新任执事名单已经出炉了，已经确定是由3位新的执事，天一弟兄、红玲姐妹跟荣泽，我们为这新任的执事预备来做祷告。那第10点是有关我们成人主日成人的我们的读经计划。如果你没有在小组里面有做登记的，明年我们还是预备用读经这个每日读经这本教材来供给大家来一起读经。如果你没有在教会小组登记的，你们有愿意参加的，可以到办公室来做登记。那到11月底，因为我们要一起来购买这样的教材，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做登记，每日研经释义哈。好，那今天仍然是有成人主日学，所以欢迎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后来是我们肢体的消息，我们在11月27号的下午1点半，我们这里写2点，我们改时间了哈，所以弟兄姐妹稍微改一下，是1点半。在3楼举行黄兴义弟兄的告别式，求主亲自来安慰他们的家人，主的爱来浇灌他们，擦干他们的眼泪。那今天等一下会后12点半，我们在3楼会有练诗，如果你有感动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练诗歌。弟兄姊妹，牧师这边做一点补充的报告。那因为我们在6楼的场地，如果各位有机会到6楼上去看，我们6楼的场地现在目前是一个蛮空旷跟大的场地。那希望可以容纳大概将近120位到150位的这个座位。那我们期待能够在这个6楼可以把它成立为另外一个就是中型的礼堂。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我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设施来关心跟祷告。那因为教会日渐在增长当中，有一些场地上是比较不够用的，所以请弟兄姐妹也能够关心跟关怀在教会里面需要有一些场地设备需要的一个地方。那请大家来为这样的事情来关心。那另外我们当然心里面比较悲伤跟难过，是我们的有一位年轻人，他在礼拜3的时候离开世界。那他是在海巡署上班的弟兄那他已经完成他的工作已经就是在路程上虽然这个离开我们但是他已经完成他的工作，那也回到父的家中。所以我们在礼拜6的时候11月27号的下午在这边要举办一个告别式要来送我们的弟兄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时间上许可，也欢迎你来参加。那希望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弟兄能够来最后一次的见面
那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你有意愿愿意来协助这个家庭的话，那也请跟牧师或是跟我们的执事或办公室来联系。那也请弟兄姐妹如果有意愿要参加诗班的练习，在今天的下午12点半的时候，我们有诗班的练习。2点，对不起。2点在我们的礼堂这边练习哈，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时间上许可，能够愿意来参与的话欢迎你们来参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能够来献上一些的安慰。那请记得1点半，11月27号1点半的时候，那我们来纪念这一位年轻人哈，他是一个勇士，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跟能够坚定的在他的工作上能够完成。那我们也为这个年轻人来献上感恩跟祷告。以上，谢谢。会众请起立，3-1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也纪念在患难当中的人，让他们在困苦当中知道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为今天的肢体与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你们代祷。